你而家俾我睇翻轉頭，我都係唔知佢會跌到22,500嘅，你估真係超人咩？但我知呢個位會反彈，25,000翻咗嚟嘅啦。呢一次佢下跌，由於乖離過大，而咩叫乖離過大啊？個均值喺邊咧？其實全部係有數得計嘅，全部我哋嘅高班同學都學過呢一樣嘢嘅。當其時我哋話乖離過大，去到某一個幅度超越咗嘅話，我哋甚至乎連時間都講埋，20日之內個市就會做底嘅。我哋計算埋，知道佢幾時之內做底。即係如果睇翻轉頭，點解當日喺呢度會做一個咁嘅大膽決定呢？一嚟包括到大家資金盤度，6月份其實最重要嘅支持 exactly 就係22,600。嗱，我哋唔係盲目買嘅，每逢有支持位我哋都買嘅。結果咧25,500、24,500、23,500買托賴，每次你知道嗰個位買完，短期內嘅1,500至2,000點嘅升幅，3次都係咁。嗰陣時24,000一路跌落嚟，我100點買一張，買到25,000就講明唔再買，並且我嗰時定埋指示嘅，落到去24,000開始，我每100點就會兩張咁平倉走人。佢跌價1,000點，我就成紮俾佢走晒啦，我就即管睇下呢個乖離過大係咪呢個概念喺歷史上面再一次印證我哋嗰套學問係啱嘅。結果僥倖地啦立即報名，限時免費教學講座，期權大師 JK 手把手教你點樣掌握港股市場節奏，用知識技術提高勝算，用期權策略倍化利潤。